芥兰啊，係人哋美麗農會食得到一種食材。而家喺家中有一間傳嘅3台嘅芥廠哦，今年嘅芥蘭有乜嘅毛腔用呢？今日人哋設備有請調家來好好同人哋分享哦。馬上來歡迎人哋林建成建成哥。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我係來自家東嘅林建成。哇，歡迎林大哥！林大哥，頭頭有同觀眾朋友紹介啦，講唔能芥條嘅芥廠係喺家東廠喎。錯。唔能芥廠嘅一台啊，更加少嘅一道芥。更加少嘅2萬人隻嘅3萬芥。哇！我嘅彩色蛋嘅部分，那少幾百隻安尼。哦，嗰種應該安尼講，唔能頭擺少嘅芥啊，頭頭有講3台嘛，係對阿公開始就按度嘛。嘿，我阿公也係嘛屬幾千隻嘅，迄是當我哋爸爸蘇頭方，那開始個擴展啊到目前嘅規模，啊，差唔更加芥條嘅數量都差唔多2萬人隻。哇，2萬人隻睇芥條嘅地方算係中型嘅，也係大型嘅。算中型嘅，因為大型嘅嘛有動輒10個萬嘅，故所2萬人隻係算中小，咩配不到。哦，因為聽人印象地方啊，新別做對嗰片啊，印象地方係新別嗰片嗰度睇小芥啦，小鴨尾啊，就家到眼咁冇談到咧，唔能係唔係也有受到新別嗰片嘅影響嘛？係特別，因為應該是講安尼公共特別都會識有認識新別嘅朋友，啊，多多啲朋友啊，啲買飼料，啊，個傾安尼公共吧，落去熟芥，那開始都多嘅安尼。然後講韓式多睇啊，都睇芥條去睇，唔會睇芥條去教喎。慢慢說都幼稚園啊、結束啊、下課、中學、啊放假，都仲睇芥條嘅天數。啊，因為年紀蠻特細，故所細頭方咧，要請鹽芥蘭安尼。安尼點解講唔能咧芥條啊？芥係睇芥，管得睇地位，係講有放養，其實會走嚟走去嘅嗰種。安尼目前咧芥條嘅飼養模式係籠式嘅，都一般咧傳統廠嘅籠式熟芥方式。啊，今年上輪芥上輪係睇乜嘅時間？早晨嘛，也係睇下晝，喺每啲時間點都冇咁樣。因為大部分咧芥上輪睇早晨就8點至當中就11點。啊，故所伊嘅上輪嘅時間大概落於也在4點鐘，因為每隻芥嘅生理時鐘總不一樣，故所其實24小時總有芥嘛在上輪，啊，只是大概都集中喺早晨就8點到當中就11點。嗰種人去驗嘅輪其實有固定嘅時間啦。係錯，都因為你從早晨到8點開始驗，驗到當中安尼。韓式時間其實韓式時間細年嘅細唔掂嘛，有驗過嘅芥論講有開核冇注意到開核冇，也講有驗到嘅壞核嘅芥論冇。有啊，你特別咩係唔曉得驗嘅，按估冇小心開喺天內方。係啊。啊，你行下個緊張，行慢慢看到，要變驗，要行停一去天內方。係哦，啊有最面有本人發現冇？也點會本人發現的呀？啊，結果呢又是做事。按估還是一種不小心的啦。啊，你因為那種東西就是熟能生巧嘛。按天天驗機會都關係嘅，都唔會總發生一種錯誤嘅。啊，唔過細年咧，唔能之間有會講公本嘅對高冇？哦，蠻細還要講哦，因為蠻個細，輸存啊去，伊要做到對過來，輸存啊去對過來，故所以蠻細嘛是冇乜經驗嘛，按估慢慢你過態嘅，啊囤芥嘛像做到認識愛嘅，變朋友，啊輸存去也冇嘢對愛安尼。哦，還有安尼哦，因為我安尼嘅問題其實韓式，因為盧卡喺鄉下嘛，韓式時會歸到鄉下，去蘿蔔嗰片去搞料啊，盧卡。就鴨尾啦、鵝啦，甚至有芥嘅度。哦，韓式最強嘅人，最好前嘅人，然後也最強嘅人，總嘅咧，芥會掉出來，開始震，唔會比啦吼，啊，它會振翅，唔會被飛一段時間嘛，啊，佢都起風啦，啊，偏偏個對啦，然後講追這是個韓式時間對一個印象親深刻的。因為芥對陌生嘅東西啊，總個好奇，其實伊係好奇，啊，故說要去對，其實冇，故說那啲。定定去接觸，故所以關係也咧東西嘅，伊都唔係安尼好奇去對嘅。
建成哥，这个韩式因为接受一个学家啦吼，嗰种韩式时节有印象哦，这个有意料到讲会接受一个家创哦，还是讲其实还有做过其他的工作。其实蛮些都近吼，尤其喺集中高中海，其实佮排斥学家的。因为学家迄365天就无鸟日的，明日总可以给了的。故说退伍过后，嘛有一段时间唔要睇木卡天数，喺睇落去上班。迄因为爸爸妈妈年纪大诶，做事头话个无法度做诶，故所以那要鼓励接受诶想法安尼。安尼讲诶话，你那个喺爸爸妈妈嘅时节有同讲可以看时间，鼓励有时间听书么？还是讲这个发现到讲，总比有年纪嘅，可能工作上讲无按顺诶，渐渐诶，我同佢哋讲，应该鼓励接受，係哪一种嘅方式？其实我咧工厂嘅上班，迄有間我爸爸講，伊腰胃痛，故所很愛，都愛去開刀，你一段時間，我想講係咪要鼓勵接木卡洗頭嘅？故所爸爸開刀，迄冇救。你同工廠嘅洗頭試起來，你專心接木卡洗頭。你諗睇過，這個韓式提給了嘅吼，睇嘅嘛，鼓勵我接觸之前要先去參會做準備，也係講，我這隻鼓勵韓式做過睇嘅工作都已經過關係嘅，就直接接觸都馬上上手嘅。因為蠻細洗頭都做關係嘅嘛，故所其實喺接觸是冇問題，是講。一些嘢咧管理上嘅方面用比方式給予促向嘢的，故所嘛是有可以差唔多4年嘅時間同爸爸都教我，馬洗頭要注意嘅，嘛是故所都準備一道洗頭，準備差唔多4年，那正式不用幫我。嗰個頭擺嘅時間，其實韓式就是負責養結論有點後端，可能比較後端的事情真是接受嘅，行一步一步嚟，算是熟悉講，人哋嘅按樣去看，用埋房子管理啦，行銷一步一步，每日都學習到錯冇？錯係。按人一接受之後，這個感覺講，個太困難，也係講挑戰嘅部分係哪度嘅？個太困難都係因為幾團人供養，伊嘛是要人去，唔是一啲關心照顧，那麼去用心照顧。像我哋3輪計嘛，其實伊個我哋收入為幾輪買錢來嘅故說唔係佢對冇好，伊3輪都同3冇安好。是佢講像天時有時熱嘅時陣如果夾硬注意天熱夾一道雲土一道土夾吹天山，變嚟個涼爽那又係那不想食飯食飼料啦。就會按你本件人保持佢哋胃口個好，食得下東西，才可以上輪係按你嘛。冇唔錯按你講到有個雞料嘅本件人個涼爽，既然按到雞啦人哋雞料係講一般傳統嘅，也係講更加個形式嘅嗰種嘅，聽講還有吹冷氣，還有講水蓮嗰種嘅，可以講大幾個溫度嘅嗰種。有按講我哋也是喺一般嘅財團有迄種類似水蓮式嘅。雞舍，我哋雞料，我哋雞舍係傳統式開放嘅，你像一般，你像你魯順嘅話，你可以看到地背有燒雞哦，你開放式嘅。你聽過，頭頭前面嘅時間有講到，係一般嘅上輪雞為最主要嘅嘛，前面又有講到講，除了一個上輪雞一般嘅時間，還有一種個特別嘅雞，有幾百隻安尼。喺某個時節開始想到講，原來除了一般嘅雞之外，又還會學其他目標嘅一種品種嘅雞因為古來接木卡洗頭過後，天你對熟雞嘛有培養到興趣嘅啦。而且都好，也係嘛開始網絡發達，有 FB，可以 FB 當個看原來雞唔單像上輪雞，還有土雞，還有肉雞，甚至於人觀賞用嘅觀賞雞。故所以那開始對一個觀賞雞有興趣，那開始去慢慢地去買古來食。你一條目標雞嘅品種，能去哪度去
购买啦，还係講唔能會同其他嘅農民學雞嘅農民去做交流啊。係呀咧，從為到一道特殊嘅雞，可以講係全台灣走透透。因為而家網絡發達嘛，古時候我哋看到我隻雞啊隔意哦，我哋電話都聯絡，我哋看我哋約時間啊，去囤一啲雞肉啊，去買過來安尼燒。嗰種你一般平時去切出了奇妙嘅雞肉，你有某個平台會幫你去做一啲交流，還是講有問題嘅時間可以搶購，還是講直接去搶購嗰種農民費專業嘅農改場啊、農市場嗰種嘅單位啊？像一種嘅特殊嘅雞，一般喺民間咧，我哋講雞肉啦，因為喺燒嘅，因為人家人有買奇特嘅東西啊，如果鋪上網嘛，鋪喺 FB，我哋看仲透過社團，因為養雞嘅社團、觀賞雞嘅社團，我哋如果上去請，嗱隔離嘅方，我哋囤聯絡，我哋買過來安尼燒安尼。嗰種更加少嘅有啲多種無共樣品種嘅雞啊。更加蘇台方除了上輪雞，燒嘅是各種不一樣嘅觀賞雞。觀賞雞，其實像看呢，冇做其他用途係像看了嘅觀賞用嘅。今日唔會上輪嘛？其實雞雞嘛總會上輪，只是說鋪設雞一天公嘅同埋交配，一雞到那個鋪一出世雞。古時候其實只要是雞嘛，總會上輪，時間到總會上輪。觀眾朋友，冇想到啊，除了一般上輪嘅雞，還有用來看嘅觀賞雞呢？到底有個觀賞雞係樣板？我哋休息一下，繼續嚟同大家分享哦。前面林太哥同我哋分享，其實路卡除了有上輪嘅雞，還有用看嘅雞。到底用看嘅雞係乜嘅呢？繼續嚟請教林太哥咯。林太哥，你睇到有講啊，用嘅10個種嗰種品種係觀賞雞嘛？觀賞雞同一般嘅雞到底係有差別喺哪？像真是用看嘅哦。像我燒嘅觀賞雞呢，睇嗱講睇泰國啦、日本啊。因為總有啲觀賞雞比賽，我燒嘅觀賞雞名稱叫做日本矮雞，啲泰國個豐盛，因為都比賽伊嘅體態、美儀，像人嘅選美樣嘅，真是有評比，嘛有得獎嘅，安尼。一種觀賞雞同一般嘅雞比方來講咧，照顧係咪咁麻煩？啲觀賞雞當然照顧夠麻煩，因為因為總係算近親交配，古時候伊呢近親生物那些近親交配的話，伊要衍生出個多片。古時候一道觀賞雞呢，其實無好照顧，要比一般的商用雞啊、土雞一道啊，較快照顧。古時候喺照顧嘅係一個用心嚟照顧。古時候唔係還會特別準備特別的環境、特別的飼料幫佢哋嘛？一定要像細雞種嚟鋪。像我喺觀賞雞啊，喺七架繁殖嘅，我哋咪買一台孵蛋機，七架鋪，鋪出來呢都七架睇保溫箱，一出來睇一點保溫箱，周天好，保持嘅溫度睇30度，天天你安尼去熟備胎。今年食嘅飼料係用人哋講一般嘅穀物，還係今年特別有試嘅人哋講麵包蟲啦，有一種動物性嘅這些飼料啊。其實更加飼料已經算演變啊，個大眾化嘅。買時期嘅雞，幾周年嘅雞，也有出幾周年嘅飼料。古時候細雞啊，你有細雞專門嚟食嘅糞尿料，很多種雞啦，又有種雞料。多成績也有太雞料，古時候更加飼料算過得每個紅片。除了按你觀賞雞之外，我看到今本日啦，林太哥還有帶了千多種無窮嘅卵嘛，一種卵無窮嘅 season，係咩也係觀賞雞啊生出來，因為一般嘅雞我印象底部生出來，像土雞都個黃嘅、褐色嘅嘛，啊無都白色嘅，一片嗰種無窮嘅 season 係觀賞雞嘛，還係其他嘅雞種啊？
俗个要鸡卵，迄为米种的鸡生出来，故说米种鸡伊迄生的卵总无同样颜色，卵有5、6种的颜色，故说也有5、6种的颜色，就代表讲迄有5、6种的鸡种生的，因为米种鸡生的颜色总无同样。故说看好来像菩萨形容，每一种色神就会代表一种鸡路数个啦。无唔错，安尼对现场来看，对于印象几深诶，佮中间嗰粒啊，唔係迄口口啲粒吧，迄假诶吼。毋过某一种一粒迄嘛是算讲伫杯鸡料的伫杯最特殊的鸡种生出来的鸡卵。俺嚟统称讲巧克力蛋。亲像你看安尼雾又金金，真是亲像巧克力咧。毋过可以生一种诶卵，係哪种鸡啊？一种鸡迄伊嘅原产地喺法國。伊名叫做馬蘭。馬蘭哦。伊嘅雞種叫做馬蘭。其他嘅特性嚟講，佢攞外觀上一樣嘅。伊都其實雞吼，伊外觀伊都上安尼，因看伊嘅雞卵像巧克力，故所伊雞都個偏無色安尼。故所其他嘅形容其他嘅羽毛啦，嗰度顏色都係糊安尼。糊金金安尼。其他色咧方面哦，佢會有特別要求講，以前我食物嘅將可以保持其他嘅卵像巧克力嘅一種色色。其實嗰度研學啊，總唔係講卵學係唔係靠食材去控制嘅。買研學買顏色嘅卵學，都係米種嘅雞生出來，故所以咪靠食物去控制伊嘅顏色。係佢天生佢個基因去控制嘅啦，吼。係冇錯，係都係伊嘅基因嚟控制嘅。安尼除了一個法國嘅係生嘅巧克力啊，講是馬蘭嘛，吼。安尼中間有個長長嘅個淺色嘅，唔係白色嘅咯，佢親像一種我哋講綠色、淡綠色嘅嗰種雞嘛嘅雞啊。依個係大陸嘅烏黑魚綠雞。烏黑魚綠雞哦。烏黑魚綠都係伊啊，都係無色嘅毛，無色嘅雞雞，無色嘅腳，無色嘅肉，無色嘅尊馬。唯一嘅魚綠，如果伊生嘅卵係長色嘅，故所叫做烏黑魚綠。等下，你那個，你形容吼，印象畫面跳出來嘅雞係乜嘅嘢冇？不只是烏骨雞啊，全部都無手手的啊，怎麼佢類型品種應該係相似的吧？吼，冇咁類似相似，按古一的，其實台灣嗰度種雞啊，台灣種會應該進口過來嘅。古所其實唔講嘅烏骨雞啊，迄同其實包括熟嘅烏黑魚綠啊。是相似，差唔多嘅雞種。品種相近的啦吼。安尼除了嘅係有迄個大陸種嘅巧克力咧，法國嘅好，看到嘅，親像人哋講嘅獼猴桃、奇異果嗰種，喺中間天一粒，上排天一粒，從下排天一粒，其實真是親像，只差了沒有毛咧，其實色成親像奇異果咧。依個我哋講橄欖綠，像橄欖。橄欖一種雞係迎接咧克里姆。克里姆伊名稱叫克里姆。伊嘅特徵咧，就耳公拍拍，就像嚟台灣咧如花嘅雞一樣嘅，顏色羽毛顏色啊，有頓點。可能今年嘅體型會改太雜。伊體型未算好太雜嘅，一隻差唔多睇5、6斤左右。嗰種機會個會生卵冇？今年個安太雜嘅吧？等到安太雜吼，個唔會生卵。像是嘅飼料是夠大，生卵又唔會個會生虧本嘅哦。因為屬嗰種係算偏向原生種嘅雞，故所會夠珍貴。伊個偏向原生種嘅雞呢？故所伊生嘅卵都冇像商業雞種啊，來得名一生，像嗰雞啊，兩年才生一粒卵。哇！生卵雞咧，一年生一粒。故所嗰雞要甲個雞卵會個珍貴失敗。安尼你睇個亞克特別條到安尼講嘅，最起碼要講係3種嘅嘛，吼，巧克力咧、馬蘭、法國咧，吼，大陸來嘅，還有嘅
台湾嗰種滷花雞嘅嗰種橄欖綠嘅，啊其他呢，如一般人可能都會土雞嘅嘛，一般嘅雞。唔可能想可以講係土雞冇錯，不過我熟嘅係咩泰國嘅雞，叫做北京油雞。北京油雞。係啊，你可以網絡嘅文獻啊，看到北京油雞特別係本慈禧太后的食的。哦。啊，故說我粉殼蛋啊，也其實係來自唔係土雞，係來自北京油雞。哦，嗰種講有個食成像土雞嘅卵咧，嗰種嘅其實係北京油雞其上嘅卵。係冇唔錯，係。哦，嗰種佢唔單將食佢嘅卵，佢還可以拿來食，真是係雞肉可以食咧。你仲可以食的，但是講一道雞種太珍貴，我盼唔得食。哦，唔盼得食啦，白色我像人家種吃貨，湯都除了雞都可以食，肉也可以食，就目睭馬上都變金。變金沒錯。像我嚟種下先，哇！安尼嗰種人咧睇照顧，其實佢無強嘅品種啊，其實做飼料環境也好，唔能夠特別來注意嘛。一幾種地位最難燒嘅係哪一種雞啊？一種地位高難燒嘅吼，係馬蘭雞。馬蘭哦，發過來嘅。係，因為伊要達到一種嘅顏色嘅蛋殼，咁冇簡單。因為基因嘅問題嘛，因為基因嘅問題，故說唔係米雜雞嘛，仲成日都暗淺色。啊，那麼啊，上暗淺色都係冇達到我嘅標準。啊，喺銷售方面啊，如果我冇安好。除了一個卵無強嘅食成之外，我還看到根本你睇講帶來，你這個係唔係有 video 有個結論係成立嘅品牌啊？我品牌呢係也3年左右，才那成立嘅。不過成立之前，我已經咩可以3-4年落去收集一個雞種。慢慢你去搞富裕，富裕嘛有一個量，那開始那推上平台，俾大家人去看到我嘅產品。嗰個因為有一個一度，個貼片咧嘅，有按貼片咧論，唔知有一個想法，成立一個品牌嚟同佢做推廣，係咪安尼啊？係因為像我哋想一本同人無共樣，嗰時候我要用一種嘅彩色蛋，嗰個我嘅產品咧同老闆買嘅雞卵咧，其實個好分辨。只要我東西一陣拿出去同人比較起來，很明顯，也都係我嘅卵，完全同別人冇共樣。冇錯，睇咧看到都其他嘅食成都冇共樣，就像玻璃共樣啊，係咪啊？冇錯，馬上都看得出來有辨識度哦。哇，觀眾朋友，有個年睇過啊，佢小嘅雞嘅，佢個卵唔單止係一般人食咧，看到一般嘅卵哦，佢還有像玻璃咁樣嘅卵咧。不過佢邊度照顧一條卵雞佢用嘅按度嘅用心，還有哪條精彩故事呢？CB 茶冇盡頭喲，馬上過來同大家講。連睇個 video 其他嘅講嘅結論吼，特別成立一個品牌，一個品牌底部有樣板嘅故事呢，繼續嚟參考連睇個咯。連睇個，睇過來一個品牌啊，我看到你那個 logo，真特別咧，你那個 logo有乜嘅特別嘅含義嘛？我那 logo 啊，外觀看落來啊，都圓嘛，不過不唔單單像一粒卵，不過伊嘛係一隻雞。唔看伊嘅蛋糕，有雞雞哦。唔看伊嘅側面一些波浪嘅紋路啊，就像雞嘅視力安尼。我看下像一隻雞，第個我 logo 蛋糕標榜講，一隻雞，唔係一粒卵。就係雞嘅上卵，又從卵啊上雞變做太雞安尼。哇，個特別嘅一種設計嘅理念呢。講到一個啊，你那個人結論啊，唔單將外觀和看看來講像玻璃共樣嘛，你能自家對一個品牌還有乜個理念同堅持嗎？因為一個理念呢，都係我哋想講，我哋雞啊、雞卵啊，想要本人食得夠安心、夠健康。故所啊，我哋都全程冇得加藥液，
分安尼人行适当安尼乱，够健康，安尼。哦，人家讲，人家家都无体适用嘅哦。安尼假使讲，今日像人中样啊，普遍嘅感冒嘅喏，今日按用办去处理呢？哦，安尼家难免总要出片感冒，按个根据个更加因为个个注重食安的问题，故所我哋可以用更加是中药来去调理。哦，竟然还是中药个哦。嘿，冇错，包括我哋有加一些嘅灵芝菌啊，等于讲是灵芝菌，像我哋是灵芝菌用的，迄本家有抵抗力，本家有抵抗力，过后如果唔会出片，唔会感冒。哦，讲到遐个竟然是咧中药啊，竟然是下去虽然讲唔会影响到竟然我要抗衡落去遐个家人的食生嘛，啊，地波乱哦，地波乱摸啦、乱拍，会唔会受到影响？应该谈过有诶家农啊，竟然味道一本个乱摸抗衡来个讲，竟然还会什么个番红花啦，嗰度凤龙牌的啦，嗰种很具有胡萝卜素，会本个乱摸抗衡来个讲，係咪有安尼啊？有啊，像安尼家人啊，我像安尼饲料地波有加灵芝菌，啊个金盏花。萃取的叶黄素，啊，个还有咧迄辣椒红，也咧三种吃落去啊，安尼乱拍打风轮，会特别 Q，啊乱蒙抗轮，个深色，不过讲到遐个条到开风轮，名义上像条到讲个马兰啊，也讲个靠有黑一律给人靠风了，给人个乱风啊，全部设成那种 Q 用，底部都还是一般的，不会因为它的外壳变化有某 Q 的设成。因为鸡啊，也就鸡迄属空哈适空用的饲料，故说除了伊本身的基因的颜色，任何的颜色无空用以外，其实底部的内容物因适空用的食物，故说较打风来。底部的内容物是一样的。不过因为我有谈讲有迄个鸡，因为品种的无相同，其个卵壳、它蛋壳啊，其个厚薄程度也会无相同，也个人体人底部贴配的一种鸡种也会有这样的差别嘛？你卵壳吼，其实要培变壳，迄后生的鸡嘛，生的卵壳都甲个培。哦。啊，随着伊年龄增长，啊变落鸡嘛。故说越来越薄，嘿，伊卵壳都越来越薄。哦，按呢，因为有个品种的鸡，个贴片嘛，也个珍贵啊。按呢有本期咧退场的时间么？可以讲一路上到落安呢。哦，因为像退场的时间呢，但系种因为看蛋壳的品质，因为卵壳太薄油嘛，睇包装啊，甚至有时候失败出力拿去都卡起来。故说安尼结卵壳啊，一天要保持个盆的状态下，那有做包装的动作。故说然后比如有保持一天的品质，它可能到了蛋壳到某一个程度的时间，人都会帮一个母鸡去休息的啦吼。嘿，冇错，因为时间多了一天必休息，因为吞咽空氧那超过头的，如果必休息，必了的海，那个来必上。哦，你那个既然有个结论论给增加来到我们节目地方，我代替观众朋友来同好好讨教一下，讲一般我们看到的卵啊，市面上我们看到，做我们的大颗来看嘛，假使讲做我们的大颗来看情形之下，我们会用我们的分别讲，有个卵係好的也唔好的。假使讲大颗了之後，卵要用辦來判嗰段講佢個新鮮的長度啊。哦，有啲卵殼啊，我哋開始拿看有啲卵好啊唔好，佢哋拿方嚟用搖嘅。搖嘅哦。係用搖嘅。我哋搖啊完全地本唔會晃動，表示講伊咧結論係新鮮嘅。按嚟晃動話，可能地本散亡。可能冇新鮮嘅。過嚟呢，如係頭頭講到卵殼嘅部分，嗱講新鮮嘅卵，伊嘅光滑度、平順度會過好，唔係呢表面啊，個唔係粗粗。嗱屯卵打開嚟過後呢，嗱講新鮮嘅結論都唔會散亡，如果保持卵膜卵清，安尼唔係卵膜散起嚟。哦，你講到入邊。
打开来刚刚有时间我看到个乱网当个有失败5点也讲缝缝，这是正常的嘛？一个缝点啊，其实係冇問題嘅。伊係伊伫背伊咧算講伊個產道啊，因為像上輪嘅影響上嘛，啊有時啊產道受損，故所伊個要蝕要停頓伊個伊個上輪嚟上出來，故所其實因為適度時做唔怕是講，看下去要乖乖安尼，其實這些東西就冇問題。哦，其實正常的一個情形都錯嘅。冇錯。那你可能按好的亂啊，買過去路卡可能辨識知道說它是好的、新鮮的，但可能買過去路卡，用人保存可以保存能夠叫。像人新鮮的亂買過去，像人的亂啊，買那種凍熱驗，啊個一粒一粒檢查，冇問題嘅，那用出鼻槍，啊個做包裝，那個做栽培。故所以咧過程啊，總係人哋人工落去做嘅，啊人哋研發數到人哋亂嘅部分，如常溫下，差唔多冰5日左右，5日左右過後咧，嗱講話冰過久啊，唔可能如果囤積咁冰去冷藏，啊那或度過以長線期要過長，差唔多1整年內就冇問題。不說新鮮的話，係5日一直擺地杯適合去最好。啊，假使講時間過久啊，都不用人哋冰箱地度，最起碼可以1整年啦。冇問題，冇問題。啊你人哋亂啊，其實第一個每一個人嘅家農啊，可能都有這個特別的料理的方式，也係講推薦的方式。啊，你唔睇講，人都開亂咯，用哪種嘅方式來料理，可以個適到其他嘅營養啦，或適到其他嘅風味啊。像人哋家亂啊，最建議嘅，有1-2種。啊，尤其最建議嘅路係水煮蛋。水煮蛋？水煮蛋，像我個度，像我包括我啊，我明日早前就種固定1粒至2粒嘅水煮蛋，做我做出。因為水煮蛋啊，唔適合嚟冇乜負擔，而且我水煮蛋啊，適合嚟軟毛，唔會香香嘅意思。啊，軟拍適合脆脆嘅。骨豚一般市售嘅雞卵完全有差別。嗰時亂毛唔會想，啊是可能亂拍也會 QQ 安尼。冇錯冇錯。啊，不過我哋煮嘅水煮蛋時，真是有時間要等佢用水來煮吼，咁麻煩呢。其實電鍋用水煮蛋啊，其實水煮蛋啊，用電鍋方式來用，料理咪個夾，你用濕紙巾用洗，其實隔一2-3分鐘，也都都可以洗的。其實講好來，安尼你料理的方式，比如我哋用水來煮，韓國夾講方便的吼。講方便，因為水把它燉滾，啊水滾的話嘛1-2分鐘，其實天薄可以用個夾。真是的呢，有時間啦，我還記得有較早以前啦吼，用水來煮啊，冇注意到，嗰個伊熟嘅開出來，還係生的哩。冇錯，好多喲，根本你用天薄也可以來煮水煮蛋也怪好呢。更加人嘅卵按好可以料理，人哋也好個好保存。更加假使講有幾多嘅食農教育部分，甚至於觀光啊，你那個人為了有安尼嘅規劃嘛，本人去參觀也係講體驗來驗嘅結論，有安尼嘅規劃嗎？其實有後面可能會有一種想法，不過更加呢，因為更加嗰度老輩啊，包括台灣我哋台灣去年開始，都嗰度禽流感。故所我哋更加雖然有一種想法，不過為到我哋裡邊醫療嘅機制安全的部分，故所我哋還是先部署毛紅片，本人去傳管安尼。因為講環境嘅問題，唔係講唔想做，其實因為環境啊，假使講人入去有可能喺種禽流感互相嘅影響，對雞唔好，也對人也唔好，錯冇？因為若講人客去嘅話，我哋醫療裡邊。唔係一線，因為你帶買病菌有冇？故所我哋嘛是還是以防萬一，還是同我唔免我哋醫療地方嘅工作人員，我還是就冇病人入去，因為也係為到我哋雞嘅，嘛係為到我哋財產。你那個人除了有個未來嘅規劃之外，後市面人品牌啊，有可能可買嘅話可以去網絡上買，也係講可以直接打電話仲能聽啊。一般人咧，亂啊，總體網絡上訂購，因為我哋像我哋因為本身我哋醫療冇方便，老本人去嘛，故所我還是用栽培方式來同人買。
哦，啊，故说因为一个卵有个特殊，所以有限制一个数量嘛。因为也咧，俺哋迄做品质的，唔係做量的。故说因为差不多啲量30盒安尼。哦，所以说限量总是残酷的。我刚刚来听一下吼，我先打电话来问某路用路风奇米啊，我真是限量的亲男亲的都吼。嘿，唔错嘿。哇，我有观众朋友今日多谢林太哥的手机，不管来认识到的，唔单枪吼一般的人，还有一个吼轻松保湿kyung用按讲有品质按吼按营养的人哦。你看一个人啊，唔单枪。按好品质按好，佢还冇识到有嘅哟。大家是讲有兴趣，可以请我哋林太哥来了解一下哦。今日再一次感谢我哋林太哥带来按精彩故事同按好嘅人哦，多谢。多谢主持人，多谢大家，欢迎大家来加同用料。好，我找到人家有個位所，有冇呢？家聽聽先生來認同一下咯。希望我哋福建來嘅節目嘅朋友，記得點讚聽客家電視台嘅頻道，順勢記得分享出去哦。